Hello， 大家好，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今日推介呢個就係療康佳，呢個產品係嚟自健康博士嘅。嗱，當大家咧如果身邊好不幸地有親友咧係要經歷化療啊，咁見到佢俾毒素咧折磨啦，食唔好啊，瞓唔好啊，咁身體咧好多地方唔舒服，其實都好心痛嘅。呢個時候咧，不妨試下用呢個療康佳俾佢哋試下，因為呢個產品咧係香港政府創新科技署聯同健康博士支持本地大學研發嘅專利配方嚟嘅，佢係首個證實可以簡化療毒、護肝腎、補造血嘅天然配方嚟㗎。要記住呢個 YH0618嘅研究配方，呢個配方咧係經過嚴謹嘅科研測試，採用咗標準化嘅天然有效成分，能夠快速排走化療嘅毒素啦，減少對肝臟同埋骨髓同埋腎臟嘅傷害，而且仲唔會對化療藥物有衝突添。如果有親友正經歷化療同埋療後康復嘅話咧，快啲試下買呢個療康佳幫佢哋啦嚇！速效化療毒，護血換新生。可以嚟到我哋健康博覽 K03嘅攤位，用體驗價用99蚊去購買體驗裝，又或者每日療程嘅標準價咧係780蚊嘅，到時見啦！